涛，一个与针线裁缝机相处近40年的大男人，用巧手创造了布娃娃世界。刚开始学的时候是学这个头型之后，还有这个脸部的表情定位。那这个出来了以后，还包括他的耳朵，好，再来就是头如何剪开之后，把这个脖子接上去。每个娃娃都有名字，仿佛都有独特的生命故事。不难发现彭老师保有的童心与爱心。除了是缝纫高手，他还是个布娃娃医生。我也常常帮人家修改，就是娃娃已经经过了10年、20年，都已经整个已经身体都已经扬掉了，那我还有办法跟他再修理回来，这样子缝。所以真的是要一针一线慢慢的，然后最后做成这可爱的姑娘妹。老师要懂一 U， 用一斗时间哈，所以工很细，要花很多时间吧？慢工出优势。慢工出优势就是慢工出细活。通常这样要多久可以完成？差不多要花2个多钟头。2个多钟头，慢慢一针一线，慢慢哦，专注投入，如同对待真实生命，在针线穿梭间沉淀快乐。看到这么多的可爱的话，那种心里那种感觉是很快乐的，心里是很对。别人可能体会不出来，要是有喜欢的人，可能就会体会出这种东西。帮助别人找到快乐，完成梦想，有时候远远比自己完成梦想那个成就感还要更大。所以从这里一点一点慢慢累积，这个洋娃娃世界其实也就是一个快乐的发送地。一共要愛用一段時間學，唔過慢工出優勢，也共要愛用一段時間學，唔過慢工出優勢。